给弟弟妹妹们做的砂锅羊杂熟了。哇！哎，再放这个红绿尖椒。哇，更有食欲了，哥。再把这个葱花香菜放里边，满草原飘的都是羊杂的香味儿啊！再来点汤，吃吧。哇，给我了，哥，我最爱吃这个了。那你多吃几碗。你可以随便尝一单，各种价格的，比我低的价格多了去了。但是我为啥卖这个价格呢？我值这个价，就看你想吃不吃更好的品质。咱们是锡林郭勒区域供应品牌，你可以随便对比一下子啊，味道也好，啥也好，你回家买一回就知道。羊杂的做法呢，回家以后可以按自己家乡的口味去做，按自己的手法去做，原材料好了，怎么做都好吃。咱们是没有任何腥膻味，因为它不是育肥催肥的，也不是吃饲料的羊，就是吃青草的，所以说没有任何腥膻味。配料表非常干净，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、防腐剂，汤水、冰块，什么这个羊肝、羊血、羊皮啊、羊碎肉啊、边角料一粒都没有，只有5样东西：20%的肚子，10%的肥肠，10%的红肠，60%的心和肺，其余的没有任何东西了。